今年財政預算案無疑係近年較受爭議嘅一份，原因係庫房連續3年錄得大額赤字之後，喺本港經濟未完全復甦之下，政府係要着力控制開支，避免造成更嚴重嘅後果。以前庫房充裕嘅時候政府係可以喺預算案中派糖，幫唔同基層嘅市民減壓。而面對近年比較唔理想嘅情況財爺亦都出動過一系列嘅逆周期措施，喺滿足市民期望同公共財政健康嘅考慮之上作出平衡。但係嚟到今年嘅預算案，除咗延續咗舊年嘅審慎理財嘅主旋律，更加係要開源節流為主軸，進一步提出強化財政整合嘅計劃。財爺喺演辭之中就指出，財政整合計劃係以嚴控政府開支增長為主，開源為輔，並且係會盡量減低對一般市民嘅影響。但喺各個政策局都紛紛自己嘅範疇動刀嘅情況之下，市民受到嘅影響係好實際嘅，亦都係不爭嘅事實。所以嚟緊落嚟嘅篇幅讚嘅説話我唔多講啦，集中講返我聽到市民嘅憂慮。我相信大部分市民都明白，要求政府年年大手筆派糖係唔現實嘅，特別係面對經濟不穩、財赤持續嘅情況之下，減少派糖亦都係人之常情。但係今年嘅財政預算案可以話一係就唔中，一中就係連環受創。正如我多次提到，最基層嘅市民當然喺生活上係有唔少嘅困難，但現時唔少社會福利嘅範疇都有安全網。所以最基層嘅市民相對上未必係最受影響嘅一群，但係另一批即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嘅夾心階層，又例如好似啱啱出嚟做嘢冇耐嘅年輕人，或者啱啱結婚、上有高堂、下有妻兒嘅年輕家庭，佢哋所受嘅衝擊係最大嘅。事實上，過去幾年唔少紓困嘅措施已經係持續縮水，而今年嘅預算案亦都係繼續減甜。例如差餉寬免由每季最多1000蚊減至係500蚊，薪俸稅同個人入息稅嘅寬減亦由3000蚊持續減至1500蚊，公共交通補貼門檻亦都提高至500蚊等等。而再想講當中最大嘅反響，一定要提一提教育局今年建議係一刀切取消每年每個學童2500蚊嘅學生津貼。好似我辦事處咁，有職員佢有2個小朋友，一下子就冇咗5000蚊嘅津貼。我想指出，對於佢嚟講呢一筆津貼唔係 bonus， 而係實實在在嘅支援。你話好似係免稅額或者免差餉呢一類一次性紓困措施，大家都明白，唔會認為係一定年年都有嘅。但學生津貼已經唔係一般派糖嘅紓困措施，而係一個恆常化嘅措施。當日政府係將措施恆常化，一定有佢嘅理據同埋政策嘅目標。係咪今天突然呢個措施變得冇效果，幫唔到啲家庭？局方係冇提過，亦都冇話過俾我哋知，決定取消嘅時候有冇考慮過其他嘅方案。與此同時，只要翻睇翻近年嘅數據就知道，學生津貼受惠人數5年之間其實已經係少咗1成㗎啦。喺明知道適齡學童人數持續減少，相關開支亦都會隨之下降嘅情況之下，當局仍然係建議一刀切取消晒學生津貼。呢個實在我係唔覺得係唔理想嘅。我當然明白啦，局方喺面對削減部門開支上係有一定嘅壓力，但喺取消學生津貼嘅事上面，係咪可以喺中間落墨呢？俾市民感受到政府係同佢哋共度時間，而唔係為咗回應節流嘅目標而直接揾佢哋開刀。希望官員同埋公務員嘅同事可以再三考慮。接下落嚟，我想講講醫療衛生內容嘅部分。預算案嘅演辭提到今年會整合財務資源，例如回撥多個基金到庫房。喺財赤嚴重嘅背景之下，政府要整合現有唔同財務資源，咁樣係體現咗政府喺資源調動同埋應對財務壓力上嘅靈活性。呢個方向我係支持嘅。例如喺比較大嘅金額嗰個研究基金，又或者係性質不同，但係以大致完成歷史任務嘅防疫抗疫基金。但係今次需要回撥嘅基金當中，就有包括於2016年成立嘅公私營協作基金。我想指出，公私營協作基金性質係特殊嘅，亦都行之有效。回撥公私營協作基金係咪一個好嘅決定？我係有所憂慮。
事實上，醫管局推行公私營協作計劃多年，背後嘅理念除咗係希望加強公私營服務協調互動，發揮好香港公私營醫療並行嘅價值，更加係要善用私人市場嘅醫療服務，減輕公營系統服務嘅壓力。而不得不提嘅，當然係希望透過計劃推廣家庭醫生嘅理念，從而推動基層醫療嘅發展。現時計劃下係有11個項目，各個項目開支係由數百萬到超過2億都有。2024-25年相關計劃總開支預算就已經超過7億，並唔係一個小數目。而值得一提嘅係公私營協作計劃嘅開支其實正正係由我較早前提到嘅公私營協作基金投資回報嚟承擔嘅。自2016年政府投放咗100億元種子基金之後，基金嘅收益係一直能夠應付公私營協作計劃下各個嘅項目嘅開支。經過多年運作之後，基金係仲有108億元嘅結餘，即係醫管局同政府係無需每年額外再投放資源去支持醫管局公私營協作計劃。容許我再講多啲。就係公私營協作計劃其中一個大型項目，係資助以往喺公營普通科門診覆診嘅穩定病人，改由家庭醫生去跟進。2025-26年度相關嘅項目預算開支係1.2億，而2023年11月推出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亦都係用以資助未確診嘅合資格人士喺私人市場進行篩查同埋跟進。相關嘅開支係1.8億，兩個計劃其實概念相近㗎，開支差距亦都唔算話佢哋差好遠嘅。但係就有一個最大嘅分野，就係開支嘅來源，前者係用基金嘅收益去支持，後者係由政府撥款支持。假如公私營協作基金被回撥，基金以投資回報支持公私營協作計劃嘅做法，自然就會成為歷史。5年之後，當相關嘅餘額用盡，計劃嘅開支就會由政府同病人去承擔，因為當局正係推廣緊病人共付嘅概念。呢一種模式相對於市民既可以獲得高補貼，醫管局又1蚊都唔使俾，邊個更具較成本效益呢？我覺得政府係值得去深思熟慮。最後，我當然想提一提公營服務可持續性嘅問題。財政預算案演辭裏面提到，政府同醫管局希望透過檢討公營嘅醫療資助架構同水平，以加強公共服務嘅財政可持續性。呢個大方向我相信所有關心香港醫療衛生政策或者係醫療系統發展嘅朋友都係唔會反對嘅。而且歷屆政府都係好努力，真係好努力，希望去改善呢個問題。當局強調唔係因為財赤而家公營醫療收費，但係事實呢？事實係現時做大規模嘅收費改革，呢一個時機正正喺財政預算案之後公布，呢一個係咪一個成熟嘅時機呢？配套又係咪足夠呢？力度又係咪準確呢？呢一個我覺得已經成為咗我哋爭議所在。我已經多次指出，現時各聯網嘅普通科門診嘅名額係幾乎用到盡，夜診服務嚴重不足，社區藥房部署又未完成，基層醫療服務網絡又未真正完善。喺代替服務未到位嘅情況下，如果真係有一個市民就算真係有一個市民唔舒服，忍住，忍到危急先衝急症室，又或者自己去買成藥處理，導致延誤醫治，又係咪我哋想見到嘅呢？另一方面，點樣先至為之財政可持續？如果單純以錢去睇，以公營服務咁高嘅資助比率之下，咁一定係越少病人嚟睇就越可以持續嘅。但以整個社會嘅角度去睇，可能就唔同啦。因為有啲病人唔去睇公營醫生，係咪就佢一定會去睇私家嘅呢？甚至可能佢會唔睇嘅喎，個病係唔會消失㗎。個病人可能自己死忍到嚴重先至去睇，你睇成盤數短期可能靚咗，但係長遠嘅畫面可能更加係嚟到重病先去睇，而且仲會帶來一啲社會嘅怨氣。各樣公共服務加價、福利措施調整、紓困縮減嘅措施縮減之下大幅度去調整公營醫療收費係咪一個好時機呢？當局係咪已經做好晒部署？我覺得大家所有市民甚至乎官員都係細心考慮，唔係一句改革係要堅定。正如習近平主席都曾經強調，城市嘅核心係人，城市工作做得好唔好，老百姓嘅滿意唔滿意係重要嘅評判標準。
推進人民城市嘅建設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嘅發展思想。我懇請當局明白，喺市民眼中只係有一個政府嘅啫。